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Dinner Tarot 11月處女座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處女座11月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有啲處女座，尤其你對象嘅太陽、月亮上升或者金星星座係火象星座，就要留意啦。火象星座可以係白羊座、獅子座或者係人馬座嘅。咁我會見到今個月頭，你哋好容易會有意見不合，有機會爭執或者係冷戰，小心可能大家講嘢咧會傷害到對方。咁我見到其實你同呢個對象性格唔係話真係好夾，對方講嘢比較直接，行動係快啲嘅，咁你就係理性啲、慢熱啲，會想控制翻個節奏。咁所以一有誤會咧，就好容易大家係會有好多嘅火花。咁今個月我會見到塔羅牌俾你嘅建議係，你要試下去用另一個角度去到理解對方嘅出發點，唔好淨係覺得佢同你作對。咁始終你哋兩個人性格唔同，思維都會唔同。咁如果你去到嘗試企喺對方嘅角度諗嘅話呢，咁你哋嘅關係就可以行得順利啲啦。另外有啲處女座要留意啦，我會見到有啲唔開心嘅事，今個月會重複發生。咁可能係一個曾經拍過拖，而家分咗手嘅對象，或者係瀕臨分手嘅一段關係。咁對方同你講，佢係會願意改過，想你俾一次機會，又或者係佢同你講佢想重新開始。但係你要留意啦，其實佢所講嘅説話，連佢自己都唔相信㗎。如果你真係相信咗嘅話呢，而我覺得你係傾向會想相信對方，因為當你真係中意一個人，你內心係會對佢好溫柔同埋好包容。咁但係如果你信咗嘅話，我會覺得你再受傷嘅機會係好大㗎。咁到最後，我見到有啲處女座喺10月嘅時候，同你嘅對象真係有啲進展嘅，你會覺得好似行得順利咗，對方又主動咗。但係去到11月，呢段關係又突然間停返喺度，對方好似好猶豫不決，唔嗲唔吊咁樣。我會見到你到時候，你嗰啲壓力啊、情緒啊，會爆晒出嚟，可能會有爭執嘅。咁處女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